台語的流行歌對日本時代發展到今也別100年了。就連鎖冊店第7季免費雜誌推出台語歌最好耍的專題，就讀者來分享台語歌，也觀察到台語歌和咱的生活情感是連做伙。有廣播媒體人士認為講，聽無台語是無問題，那因為這台語歌的歌好聽，對台語豆豆有興趣，也會去了解，感受也會愈豐富。若當推薦台語歌，你會揀倒一條歌呢？是對，還是足香？台語流行音樂史已經100年，誠品書店第7月提案免費雜誌推出台語歌最好耍氣話，祝讀者分享台語歌，嘛觀察到台語歌定連接到唱卡拉 OK 的生活記憶，也有真濟聽無台語的現象。其實我一開始也沒有想到會有讀者分享說，以前是因為聽不懂台語，所以覺得台語歌都很不好聽，但是聽到了這一首 Maybe， 然後他就發現還有這種輕輕柔柔的旋律，後來就開始喜歡，然後甚至會去研究歌詞的意思。長期關注台語音樂的廣播主持人阿德認為，聽無不是問題，那因為歌好聽，對台語產生興趣，進一步去了解，感受就會愈豐富。那因為聽無對台語歌產生排斥，永遠是受到社會因素甲特定偏見的影響。一寡人可能伊無遐介意韓語歌吼，韓國話感覺講因足差，就像佇原街嘛有一寡人因為過去各種的政策的關係，所以對台語歌有家己的誤解。不過咱會使看到講這幾年，無論佇金曲獎啦，還是各種的場合，台語歌愈來愈請呀，所以我感覺這款會感覺是噪音的現象會愈來愈少。為了要讓讀者通看到台語音樂的多元發展，雜誌嘛介紹真濟新世代的台語歌。書店感覺音樂是接觸台語真好的入門方式，尤其台語已經變做要失落的語言，使人感覺稀微。伊嘛認為推廣是企業的社會責任。其實台語歌就是一個鎖匙爾，咱到底是要拍開什麼世界，然後要連起什麼什麼時代。然後什麼樣的內容，其實是看咱會當提供什麼材料。然後誠品做冊店來講，阮是足希望講大家攏會當入來冊店裡面找。書店行銷總監表示，台語的讀甲寫對真濟人來講有難度，聽甲講是多數人可當接受的。未來繼續透過挖大民眾生活的方式，讓愈濟人接觸台語的文學甲各種創作。記者盧昌珠、鄭俊佑台北報道。